陳松伶最近喺灣區開咗一個新聞發佈會，呼籲各大媒體同埋灣區朋友一齊支持美國慈親基金會主辦嘅 Deep Deep Love 生命恩愛動聽慈善福音演唱會，為籌款出一分力。好明顯啦，呢個信息係我哋因為要幫我哋嘅弱勢社群啦，同埋係我哋係中國大陸嘅好一啲嘅腦癱嘅小朋友，其實佢哋係被遺忘，同埋係佢哋確實係真係唔可以自力更生嘅一個團體。演唱會會喺9月27號晚7點，同埋9月28號下午3點喺中半島紅木城嘅 Fox Theatre 舉行2場。陳松伶闊別灣區10年，今次特別回來參與，仲會聯同特別嘉賓小金子為大家獻唱多首名曲同新歌。今次演唱會嘅主要目的就係為中國天津和平之君兒童福利院嘅殘疾兒童籌款，希望可以帶動更多人去關心同支持佢哋。但係呢個團體呢，我哋係完全因為我哋經濟起飛啊，咁好多時候呢，我哋係唔會係理會，同埋都唔會係 care 噶。咁但係佢哋點樣生存啊？佢仲有生存過，每一日每一秒佢哋仲要生存緊噶。而且依靠支持，唔係靠住佢哋自己去做嘅咩嘢。係啊，佢哋靠唔到自己去做嘅。咁就係呢個，我哋如果再唔俾愛俾佢哋嘅話呢，係冇人會俾嘅，亦都冇人會知嘅。咁但係我哋會有一個慈善基金，原來我哋係一路已經係默默咁去做嘅。咁啊，仲有係我自己都會係親身去 get involved。咁啊，同佢哋一齊去接觸，知道佢哋係嘅成長。咁我知道佢哋嘅需要，佢哋係需要人哋係扶持。但係嗰個需要係好大嘅，係啊，好大個。每一個已經係需要好大啦，而佢哋有成百幾個。係啊。記者會當日得到各界媒體熱烈回應。作為兒童福利院嘅宣傳大使，陳松伶以身體力行見證基督嘅愛，而創世電視都好想呼籲灣區嘅基督徒同非基督徒朋友一齊參與。呢個音樂會唔單止有好歌聽，仲可以實際幫助有需要嘅小朋友。希望到時見到大家一齊為演唱會獻上祝福同禱告，求神賜福陳松伶同小金子，令呢場福音音樂會可以順利圓滿。